咁我嚟台灣。我说台湾。你好，台灣。台灣你好。Ça va，台灣。Bonjour Taïwan. Bonjour，台灣。榴莲灣飛機非洲東南片印度洋航嘅隧道，30年前來鐵皮移民，過後法國同印度公司要陸續帶入烹飪到非洲烏奴，建立起榴蓮灣嘅甘蔗加比一條農產業。1844年，榴蓮灣飛貼奴隸制度解放烏奴。現在就移民啊，啲中國人講便宜用，也就每次帶到去中國找到佢哋後生錢人啊，就到佢哋來，到佢哋來咗嘛啦，來嘅開發，來嘅種沙。用溫都華僑，以前冇這種華僑，中國人啊，人哋客家人群流啊，佢苦耐流，所以都是最有苗先，搞到生活辛苦了。移民到榴蓮灣嘅華人，大概做到本族30時期，鐵集團148人編嘅，但是係福建人為主嘅企業化工。唔過用年尾就離開榴蓮灣嘅。鐵集團1901年到1939年第二擺世界大戰前，廣東順德來無一人為主，因為家鄉窮苦到下南洋，前面啲榴蓮灣落錯做西成立落實。第三集團1949年編嘅。為到愛抗中國國共內戰，來榴蓮灣挺親切。就因為嘅時候啊，遇到每人啊，山多田少，而佢搞到也窮，所以要水客出我樣啊，就挺水客。榴蓮灣政府作為法官嘅記錄證明。唔過，未畢業都叫一筆當太別嘅人頭稅，啲當幫時開路雜貨店嘅後服廠，就保留點加把1946年叫人頭稅嘅證明。嘅就稅啊，360人，6個月，要7月1946年到12月30號46年，根本就三邊是去這樣子咯。你欺負人嘅，哪個人？兩個啦，你處理的稅啊，看歧視人嘅嘛？你呢個要交一次，是法國嘅海關先處理。嗰時因因為發言唔通而造成誤解，故所以發言嘅法文名一撇長，將佢做乜就陳志雄，法文名唔相稱，再將阿爸全名陳安祥。小接觸喺阿爸嘅名，就同一次名，搭去到阿老太也係啲。從前啊，你最高一毛阿個簡單阿剛，本個名上本來啲阿剛變相，變名阿剛變名。發言按依法國式，行開始接受調查，確貼為談為講法文，法國人成法也掉，站咗嚟行建業節，甚至下成法前，冇貼撇話馬嘅政黨。政府會派人嚟調查你嘅家庭嘅成法，因為法國人嘅成法一樣啊，佢就本可以入籍。ที่นะ出生證啊，ที่你出幾證啊？以前發過法吧？那個叫身份號，這麼麻煩事情要做在做，不能夠話用個政策嘅對話，或者黨派嘅對話，做到揭出見啊。唔過條牌內推發言，本大無上愛啲榴蓮灣，行家唔是講係依法國式做教育，唔過係依企業老成法嘅現實，係權行嗰部長榴蓮灣天劫，當見呢，第一場陳全面榴蓮灣陳頭。